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大甲妈运境的消息。大甲妈运境的活动，昨昏暗时8点外，马祖的连桥入去到彰化市民生地下道，这个所在也是长久以来真正出现冲突的所在。警方出动650个人来戒备，5分钟就顺利通过。不过继续行的时阵，煞去互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张安乐来阻挡，尾下阁甲警方起骹动手，规个场面是乱糟糟。现场大家火气拢正大，互相堵杀。找到限8点外，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带人伫彰化市永安路附近，想要挽滚大甲妈的乱叫。不过因为穿政党的甲，也无事先申请，也有人喷辣椒水，现场正乱。警方用人墙围起来，袂互张安乐等人挖滚要经过乱叫。不过混乱中，也是有警察互人正大来堵杀，一直到提出警棍加电击枪警告，才控制场面。半暝11点之前，总共逮捕6个闹事的人。不过往年拢会发生抢叫、烧拍以及占区、林森路地下道，今年是拢无发生任何冲突。由镇南宫基金会董事长颜清标压救，这个用5分钟就通过。好朋友，大家这热情吼，真顺利吼，非常的感谢。最主要的，咱大家爱遵循这个疫情中心的规定吼，大家拢爱戴口罩。马祖会比着大家健康平安。出动650位警力，伫咧地下道附近维安，互大甲妈乱叫顺利通过，继续撩警的行程。按算今仔日卖主角伫咧云林县西丽镇复兴宫，内政部长徐国勇伫咧张安乐风波了，下令警政署强势执法，无用准撩警的步行，若是违法的人严挺究办。记者综合报道。伫金门县的乌区乡，有一个52岁查甫人，初白暗时心脏熊熊突起，所以伊申请返来台湾做治疗。昨昏透早，军方用直升机有甲病人送去到台中治疗啊。这个查甫人今年是52岁，因为当地医疗资源较欠缺，所以申请返来台湾做治疗。不过金门当地无机场，相关的设施嘛无够，无适合伫暗时飞过，所以昨昏透早，军方派直升机载2个护理师。由镇管雷达引导到乌区的亚镇停机坪，甲患者甲家属送去台中的吴车东综合病院，目前是已经入院做治疗啊。接续咱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之前咱总统蔡英文因为甲确诊的亲人有接触，为初八开始自主隔离10天。不过苏贞昌甲陈时中因捌甲总统做伙开会，连自主健康检测都拢无需要。都有人质疑讲，这个标准敢是有关系感呢？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因无直接去接触到确诊者，加上有甲防护做好，所以因唔免做自主健康检测。有时候转弯的比较紧，有时候转弯比较松，没有了。解读自主健康检测，拄到特定官员到商标的讲法，指挥官陈时中轻松回应外界质疑。也毋过各界认为，总统蔡英文已经进行伫厝隔离10天，也毋过捌甲总统开会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指挥官陈时中，煞伫总统医测阴了后，迄天的4点钟内就解读自我健康检测。反过来看，教育部长潘文忠捌甲家人市长林佑昌接触，煞自我健康检测3天，互外界质疑，防疫标准明显无共。我们都是总统的接触者，但是是不是密切接触者，那还可以再讨论，因为我们都有适当的防护在。根据陈时中的讲法，接触者 PCR 检测结果还未出来时阵，会有一段空窗期，会要求接触者的接触者进行自我健康检测。一旦接触者 PCR 阳性，那接触者的接触者就需要隔离。也毋过，那接触者 PCR 结果是阴性，接触者的接触者有做好适当防护，就会当解除自我健康检测。标准只有一个，指挥中心已经有明白的宣布，我的健康状况也很好。本土疫情退烧，各县市除了南投县拢有增加病例，442例本土病例，各创今年单日新高，其中增加1名90多岁长者就被死亡，是国内计划2个月出现的死亡个案。如果有定序出来的话，应该还是 Omicron， 不过应该会是 BA.2这个方面。
指挥中心分析，最近本土病例中70岁以上致死率、重症率上悬，提醒长者自第2、3期疫苗加强防护力。65岁以上长者自疫苗500块的奖励措施，原定4月初10截止，将延长到5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水汽甲云比较较高，过昼了后，西半部可能会落沙雨。不过，日时的高温嘛有来到32度，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到拜三，西半部会出日，天气嘛较稳定。遮方边的东半部甲恒春半岛雨会较高，因为南边的水汽增加，西半部嘛较会落雨。因若家己以北甲南部的山区，过昼较会有短暂阵雨。另外，好天的天气会维持2天。拜三下晡开始到拜四有锋面通过，加上台北季风甲北部会开始反冷。不过，伫拜五会是好天的天气。另外，有关风台的消息，今年头1号风台马利卡，明仔载可能会增强变作是中度风台，向日本的方向过去。因若伫菲律宾东边另外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明仔载会发展做是轻度风台梅基，两个风台会产生电源效应，不过对台湾是暂时拢无影响。健保部分负担调整新的方案，会为5月15开始实施。包括药啊，也有慢性病药单，也有检验甲急诊的费用，计数即嘛是拢会起价。健保署预估会有1177万人的负担会因为安尼来增加。一个月要7、8次啊，我要脑很凶啊。已经70外肝甲腰子功能拢有问题，每个月拢爱登记回诊摕药的这个阿伯，一直讲健保部分负担来调整，对伊的影响真大，烦恼未来医疗支出会增加袂少。对老人家影响很大，现在景气又没有很好。健保部分负担调整方案5月15开始正式来生效，未来领药啊甲检验检查、挂急诊部分负担拢会增加。急诊费用起上最是轻症到大病院的急诊看病，若是减上分类在4级到5级，会对550块提悬到800块。另外，慢性病药签费原本是100块以下免费，100块以上上最是200块，新制加收20%。科学病院、医学中心上最是300块，基层诊所维持上最是200块，要过第2摆开始免部分负担。另外，门诊的检验费原本是免收费，医学中心的加收20%，上最是400块，基层诊所也增加10%，上最是100块。也过新制也放宽2项，基层院所的检验检查免收急句，对500块提悬到1000块。药品加检验检查对50块提悬到100块，影响人数可望对1318万人下降到981万人。是重大伤病，或是有一些政府已经有补助的话，他们是免部分负担。健保署估计这波调整大约是51.2%的民众会受到影响。以全台湾的人口来推算，至少是1177万人就医的负担会增加，每天大约是加4块，一年会使挹注健保大约是99亿。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拜登初8已经签署针对罗西亚石油，也有罗西亚甲白罗斯贸易的制裁法案，国会冇通过啊。这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头一届实施由国会通过的制裁法案。受到高龄化，咱来看自由时报。受到高龄化甲少子化的影响。台湾劳动人口当地减少，去年15岁至64岁劳动人口的人数是超过1654万人，创下有统计以来劳动人口数上少，而且占的比例嘛是上低纪录，照顾家庭的压力嘛是历史上上界大的。咱来看中国时报，新北市政府强化集合主体使用安全，为明年开始，8楼至15层楼高的大楼爱做公安的申报。另外，6楼以上无甲8楼的集合主体，为2025年开始申报。若是违规的人，会当罚6万至30万。接续咱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目前咱本土疫情还持续伫退烧，昨天是增加442个本土病例，佮创下今年过一天确诊人数上悬的纪录。嘛增加一个死亡的个案，是一个90外岁的坐岁人，以前到今是拢无做过任何一支新冠疫苗。因南部的5个县市，加强是拢总增加68例，其中特定56场所的疫情是已经为高雄拓去甲屏东甲台南去啊。
工作人员赶紧消毒确诊者捌去过所在，南部疫情继续清关，初九外县市总共新增加68例，嘉义县市总共10例，台南6例，高雄38例，屏东确诊数也清关有14例。大地国娱乐场所相关的一个群聚确诊案就是26791，好，她是一个27岁的女性哦，那裁剪确诊哈。屏东14例内底有10例来自特定的网络场所，拢甲高雄有关系。除了大帝国，高雄一个确诊者因为报告屏东一间小食部消费，也造成内部的员工甲人客总共9个人确诊。除了屏东以外，台南也有一个确诊者是高雄雅阁确诊者家属。另外，高雄来自特定的网络场所个案就20例，其中16例是雅阁会馆互相收的传播链。16例基本上在我们的扩大匡列以及裁剪的对象当中，都是属于在既有确诊个案的接触者，不管是跟他们一起吃饭或者是一起同游的这些，我们经过扩大匡列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个案。高雄市府表示，这阵调查也有爆裂的速度，已经慢慢赶上疫情拓开的速度。呼吁甲确诊者捌去过同款所在民众赶紧到检查站来检查。另外，南部除了网络场所疫情，嘉义市、甲北国小、甲嘉义高中分别传出有3个学生甲1个老师检查出阳性。国小已经宣布停课到18，也分别派人做消毒，并且通知相关的师生甲家长来进行检查。不过有4个人是早起才检查出阳性，这阵是也无暗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目前全世界为着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是已经超过4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19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天是增加578例，目前累计是26836例。中国无包括香港有16万例左右，那日本是超过700万例，韩国有15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介侪3个所在是美国、印度也有巴西。美国是已经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那巴西是已经3000万例以上啊。另外，伫欧洲迄边，英国是超过2100万例，法国超过2600万例。接续咱来关心疫情一个新的方案。新北市拜六确诊的人数也是全国上侪，有143例本土病例。新北市大兴市办轻症伫咧处理照护的这个方案。病院会先打电话了解情形，若是较严重的，就会送去病院；若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病人，伫咧厝内就要用 App 通报身体情形。全台疫情一直拖，新北市首先试办轻症集体照护。新北市长侯友宜初九甲各局处首长开会讨论详细情形，确保计划顺利执行。特殊照护关怀中心即要实施，提供轻症无症状患者协助，分做生活关怀、健康照护2大系统，完全可以掌控整个生活照顾跟医疗照顾的所有的细节。确诊的病人会先接到病院的电话评估状况，当前分流送到集中检疫所，也是专职病院。若轻症无症状，会使特殊照护，由卫生所协助设定电子围篱，也佫有下载 App。每天爱写3摆健康问卷，病人伫特殊照护过程中，病院的远端来监测，主动联络。若患者出现身体无爽快，7大医疗责任区会安排时限的诊疗，提供特殊送药，也是后送病院。那至于这个居家的这个采买这些呢，我们都会协助给予这些居家的人一些资料，让他们呢可以跟物流公司直接就是做一些这个定制。新北市29个区公所特殊照护关怀中心提供生活采买资讯、关怀箱的派送、粪扫清运、通报照顾需求者的10大协助，在下甲中央详细来核对详细情形。新北市初九新增加143例本土确诊，全国上最。贵人是增加39例本土确诊，是不是甲新北同款展开轻症特殊照护也受到关心。不管是无症还是轻症，他毕竟还是确诊者。那我是认为说，不管是无症还是轻症，这个都必须要经过评估。贵人爱心检查继续查出社区乌数，总计查出18例确诊。林有昌宣布，全市157例发放第2波快速检查试剂，佮加发36595剂，持续发现社区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本土疫情，即嘛是拓去甲各县市的学校去。到目前为止，国内都有15个县市，181间学校停课。台北市政府呼吁指挥中心甲教育部，都要赶紧修改停课的标准。
放假期间，想要入去学校，又按遵守各项防疫规范。台北科大流失团所2个学生确诊，学校宣布即日起到13全面远距离教学。今日以台北为例，天科学校总计有30间，10241名师生受到影响。一定会修的，只是，哎呀，我跟你讲哦，新常态就是不断的修正嘛。桃园市设备暗时增加6个学生怀着，其中龙华科大占4个，学校赶紧停课，并且为带宿舍学生采检。疫情毋拉伫学校通学区，桃园团出新增加41个确诊个案内底，有16个拢是来自鼓山某科技大厂的移工确诊案例。包括移工宿舍的这个同住的移工后送到集中检疫所，那这个群聚感染的事情哦，主要是因为这移工具有这个群体生活的这样的特质。那很容易造成群聚感染。明明是放假日子，不过观光工厂暂停营运，因为测试暗时工厂有外籍员工确诊，后续佫增加16个人怀着，所以讲扩大全厂来采检，最终也伫检验中。该公司有103人地处隔离，宿舍厂区已经完成消毒。记者自综合报道。在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真侪国家同款，60个岁是因法定退休的年岁。不过，当地公务人员因为等无通好领退休金，真侪人已经到80、90岁啊，还阁伫咧上班。其中上侪岁是已经110岁啊。今年84岁伫虎巴徛伫台顶，为国小5年的囡仔来上课。这头路伊做50几年，一世人拢奉献予教育。即马伊健康重，体力也无甲人好，为什么会较早退休呢？原因就是因为领无退休金。Pour la retraite, moi, je voudrais que je sois retraité et que l'État me paye l'argent qui doit me servir dans la retraite. C'est ça. C'est tout ce qu'on peut demander. 目前伫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退休的公务人员有35万人，其中14000人超过90岁，256个已经伫要100岁，上老是110岁。因甲伫虎巴共款，拢是因为苦等退休金继续工作。伫首都金沙沙做行政区长的皮耶尔已经80岁，有一只脚是真假脚，要爬起哩下下楼梯到2楼办公室，其实是真正难。35 ans de vous devez être à la retraite. Mais vous voyez que jusque-là, 80 ans, il y a des gens qui ont 100 ans, ils continuent à travailler. C'est pratiquement impossible. 中国伫2016年立法规定，满65岁或者是工作满35年符合退休资格，不过法令根本无落实，或一寡年岁较大的公务人员等无退休金就过身，也无法度摕落来老公务人员。希望政府唔通忘记这阵当年伫基层奋斗的人，设法因早日退休，摕到应该有的退休金。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在英国伦敦，一年举办一届的理想家居展览，顶一日已经起稿啊。这届展览的重点，除了是省能源，也有高科技的居家设备以外，也有展示因的新科技。因用这个科技，在4天内就会当起一栋厝。这间用建国结构所起的建筑物头前的埕，有真侪人起来坐，伫咧享受放松的时间。门头前这个草坡啊，一个自动的除草机伫咧除草。这是今年伫咧英国伦敦办的理想家居展览。伫咧厝内厝外，拢看到真侪高科技应用伫咧居家生活。而且这间建筑物是模组搭起来，只要几工就当起好。若是嫌伤细间，只要增加模组就当变大。Before they get to site, what we can do is to build a house in literally 4 days on a barren site, and you can sell off that site even though you're not building in the next 4 to 5 years. 理想居家的徛架内面有真侪智慧型的家电，就像是智慧电子衫橱，会当甲你的衫杀菌、屈好平、烘好干，还佫会当甲消费者互动的健身的镜。除了发展高科技的家电，利用再生能源，还佫使用较少能源方式的生活，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也是未来居家生活的重点。那搬出会当对提早的太阳能板发电系统，唔免甲太阳能板踩伫咧厝顶，只要有空顶就当装。But as the technology keeps improving, the panels can be changed and upgraded, so actually we'll be targeting a lot more over the coming years.
这种再生能源会当摕来甲电动汽车充电，移动型的太阳能站配合汽车的充电系统，一年的供电会当互电动汽车走5000到1万英里，就是8000到16000公里。The first thing they do when they get an electric car is wonder how they're going to charge it. They see that number go down, say in range, and they wonder how can they get it back up as quickly and as cheaply as possible. That's where we come in. 参加展览的600外间厂商也点做上新的产品，自地毯、毛巾、桌啊、椅啊，各到理想家居环境的建筑，互民众对未来的生活正期待。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伫食方便的东半部甲恒春半岛，雨比较会较高。若过到西半部可能会落30-31雨，不过日时的高温嘛有甲32度。接下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